係啊，嗨，大家好。我而家咧開個新嘅帳號嚟拍片，咁咧今日咧就拍 Minecraft 嘅。咁聽日咧有個好消息，就係聽日咧我會拍3條片。可能有2條片咧會喺我第新舊嗰個賬戶度。咁第一陣我會拍多條片咧，就教大家點樣去入我嗰3個嘅帳號嘅。咁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用咗我啲細牙嘅，就係玩 Minecraft 啦。咁我就係我的世界助手度單嘅。咁我哋玩，我之前玩呢個嘅，睇下先。係啦，我咧就係咁啦。等我一陣啊，攞咗啲劍，火柴都唔使，都唔使帶咁多嘢食嘅。其實我唔需要嘢食都得。算啦，都係唔好玩呢個算。我咧就係俾大家睇下。呢個咧係呢個搞唔掂，呢個應該要刪咗佢，刪咗佢先。呢個係咩？唔係呢個，呢個先啊。係啦，呢個玩完啦。冇嘢玩，有冇搞錯？原來一啲嘢都冇嘅。唉，有搞錯。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OK，咁我哋而家係爭嘢啦。死亡，我咧 down 咗個軟件啊，死亡後上天堂，係咪好好搞笑？OK，咁我哋 down 下。哇，美國建築嚟嘅，捉我合，捉我合，絕命之地，病人院最終章。不如 down 呢個試下啦。好啦，打開。而家玩緊係一個嗰個測試版嚟嘅，係0.12.1。咁我唔單真版住，我唔係單唔到啊，想試下單測試版睇下啫。好啦，咁我哋讀歡迎嚟到病人唔知乜乜最終章。其實我未玩第一集，不過唔緊要，我揾唔到。本地圖作者一朵艾利特，唔識讀字真係啊！規矩禁止破壞方塊，禁止開設創造，禁止開設和平。睇下開咗未先。喂，大聲啲嘅。你睇，我係用緊嫦娥嘅皮革，濕濕地。之後咧，亮到咧活中最好，禁止會很暗，否則會很暗。本地圖未經許可嚴格遠載，我遠載咗，不過唔緊要。我成日都係咁出去啩。前程回月，咩黑醫生發現醫院不為人知嘅秘密，為唔知道咩黑企圖了解事情嘅真相時，院長呢就唔知道乜嘢白搬咗，唔知道咩。算啦，咩都唔識讀，你哋自己睇。可能我讀得，你哋應該都讀晒啦。一再堅持下的
唔知有咩黑醫生被院長破壞昏迷到去，如今嘅唔好意思，如今被賦入絕境嘅唔知道咩黑會何去何唔知道咩，哎呀唔識睇簡體字，祝你遊玩愉快，個沙啦，喂喂喂，搞錯，對，冇車仔，play game，夜晚未啊？頭沙湖得車，喂有冇搞錯？咁複雜？喺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對相關嘅報導表示嚴重關注。我們絕不會允許任何國家以維護航行和飛越自由為名，侵犯中國在南沙群島的領海和領空。我們敦促有關方面不得採取任何挑釁性質的行為，真正為地區和平穩定發揮負責任的作用。中國喺南海填海造地，被指已經喺人工島上面興建軍事設施，加強喺爭議海域嘅軍事能力。點算好啊？習近平上個月國事訪問美國期間，就向美國總統奧巴馬表明，中國喺南沙群島嘅建設活動針對唔影響任何國家，亦都冇具有軍事化。唔好意思，我真係要停一。OK，我翻嚟啦。咁點解會多咗架車？你一定知道，我開咗創造咗變到架車。唔好再嚟啊！喂！又攞啲車仔俾我，又送車，前去啦你，前去啦你，哇！真係好血啊！喂！佢被鎖住，佢想不發出。哎呀死啦！又揾鎖匙啦！咁容易揾根據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施大偉上個月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供嘅時候話，美國2012年之後已經無數太空艦進入中國宣稱嘅主權島礁12海里範圍。當時就被委員會主席麥可恩批評美軍刻意迴避島礁，等同接受中國對島礁嘅主權主張。如果華府今次真係拍板，有分析認為，即係表明美國這上面好像能爬上去。換言之，係以實際嘅行動否定中國擁有島礁嘅主權，咁將會有助回應國內嘅批評。咁但又係咪改變到中國喺南海嘅行為呢？部分華府嘅智庫認為答案明顯係唔會。咁仲質疑行動會令到兩國關係更加緊張，甚至會迫使中國用更強硬嘅措施，例如係喺南海劃設防空識別區嚟確立佢聲稱嘅主權。內地官方環球時報引述評論話，美國如果咁樣做，勢必為南海局勢添亂，咁仲有機會向菲律賓同越南等國家發出錯誤嘅信號，令佢哋誤判形勢，作出冒險嘅行為。國家海洋局管理嘅中國海洋發展研究會就表明，如果美軍進入中國嘅領海並且作出明顯侵犯嘅行為，中方會攔截。如果只係航行，就會警告、跟蹤同監視。無線電視記者陳柏希報導。仲有下一站，翻嚟報導。OK，刮咗係冇人嘅。OK，我明啊，只好破壞方法。只好破壞方法。我好肯定會齊翻，除非我齊唔翻。OK，就係咁 OK。想唔到，係喎。應該上到啦啩？
排水通道。這是排水通道？難道我一直被困在這裡？我得離開這裡，水下面好似有東西，唔知道咩？呢度係啱啱嗰邊這扇門現在還打不開，被沙封住，又唔知道寫啲乜內定唔知咩？頭紗冇沙俾頭，冇沙俾你頭。咦，真係好似有啲嘢咁喎，好簡單啫嘛。我個梯，我梯唔可以咁樣就死我。咁容易？有冇咁容易啊？哎呀，呢個真係太容易咯，唔知道點所以大家千萬唔好一路游水一路玩。其實我而家唔係玩水，可能我講嘢講得頭紗係做乜？頭紗嚟做乜？個頭紗為啲乜？